我喜欢吃巧克力。也总是躲藏在角落。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做东西给我吃。哦，洗澡，我帮他洗就好了。哦，送他喜欢的，然后就我喜欢的。为什么要买2个？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背一样的包包，情侣。不知道他喜欢蓝色还是黑色，怎么办？我真的一个选择不出来。还是我们看他会选什么？那第一个不要就是我。真的说要换。但也想把那些藏起来的美好模仿。你